律师、先生，大家好吼，大家午安哦，真欢喜大家来到法律所来参加今仔这场的讲座吼。我是这场的主持人吼，苏佩莹、苏博荣吼。我即马是伫中央研究院的法律所做博士后研究吼。真欢喜今仔会当来到遮主持吼。今仔日的这场的演讲的是规个台湾当前挑战系列演讲的讲座的最后一场吼。真感谢后美所、甲社会所、法律所的共同来主办这场的讲座。咱的主要的策划嘛，洪主委教授的嘛是伫遮吼。感谢。我感觉做有意义，因为一般我是对伫台南出生的，伫家庭内底拢是讲台语，但是出社会了后，讲同学讲话嘛是拢讲国语做即个拢用台语咧思考，咧做这较学术的代志吼。我感觉这真有意义，会当互咱毋是甲平常时咧讲话，会当用台语，若较讨论较专业的物件，用台语安尼嘛通两做伙吼，所以我感觉真好。今仔日咧做欢喜的吼，咱请到咱的主讲人曾介印教授咧吼。来分享伊的研究的心得吼，就是今仔的主题，就是国家语言法的悖论，甲台语家庭的上顶革命吼。曾教授呢，伊目前是伫师范大学的台湾语文系文学系的副教授兼系主任。伊进前的是伫英国的兰开斯特的大学摕到社会学的博士。伊的专长的是政治、社会、文化，佮有这真特殊的语言学，佮有国家民族主义甲国家认同，除了学术的研究，我知影曾教授伊嘛出过3本的画本5本，到即摆5本嘛是无简单的所以相信曾教授今仔日的演讲的一定会做精彩，互咱大家有看到无共的所在嘛小共咱今仔嘛做荣幸的邀请到张教授张国民教授来到咱遮来做武谈人张教授伊进前的是伫美国的芝加哥 Chicago 大学的摕到历史的博士即马是伫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做副研究员。伊主要的研究的主题是近代欧洲科学甲医学的历史，人文学史，佮有这是比较文献学philology 的历史，佮有全球的高等教育的研究张教授伊嘛摕到做侪奖我遮倒无一个念伊有摕到5大优奖佮有 Fulbright Scholarship 相信呢张教授的今仔日的武谈呢嘛会足精彩，互咱看到无共的意见无共的观点安尼是毋是？咱即马呢，就用普仔声来欢迎咱曾教授的演讲感谢主持人苏佩蓉教授嘛，甲即个咱的武谈人张教授问声好，也阁有感谢咱在座也是线顶线骹的来宾上感谢的是即场讲座讲座的即个主办人洪主委教授真感谢今仔日有互我即个机会就是咱即个讲座上尾一场是我会当来做一个 ending 我感觉真荣幸嘛，真感动因为进前的每一场我拢有伫咧线顶参与嘛有听到，就是讲咱用无共款的即个议题来去讨论台湾目前所面对的咱国家的挑战是啥物为即个国家认同，也是讲法律的也是讲为即个社会学的等等的无共款的即个层面来去讨论台湾目前要去拄着的即个咱面对的问题现象，要安怎来用即个学术性的，也是讲
共种对话的方式来做一个解决吼。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思考吼。我作为一个台文系的老师吼，伫咧台文系教册的人吼，我嘛感觉真感动吼。就是讲，台湾的语言或是讲台语本身，伊毋若是限制伫咧台文系里语吼，嘛是伫咧咱每一个领域科目内底吼。若是讲咱会当用无共款的语言，无共款的即个科目，咱拢会当用即个思考的多元性吼，来去做重新的配置吼。我感觉这是对台湾社会真好的吼，嘛会当去突破咱即马目前为止用华语、英语来去思考的一种较单面上的一种做法。好，所以今仔日真欢喜，我有即个机会会当伫咧遮甲各位先进来做一寡简单的分享吼。我今仔日原本想讲要来，一开始我咧准备的时阵，我想讲我来做一个演讲的即个内容吼，想讲要来做较侪即个研究的分享，但是我感觉即个机会真难得，因为今仔日阁有即个公共电视台语台吼咧做直播吼，所以我想要做即个机会，嘛会当分享一寡我家己伫咧台语的即个家庭的实践吼，抑阁有就是讲台语家庭的研究内底，我所看到的就是会当提供互咱的观众的朋友吼，咱的即个线顶的朋友一寡思考。实践的方向，一寡经验吼，会当大家人斗阵来讨论。所以我伫个我今仔日的分享的较尾啊的一个部分吼，上尾啊部分我会来讲即个部分安尼。所以我即马就开始吼。好，简单来介绍我家己，因为我的研究是为我家己的即个生命经验去出发的吼。我家己住伫咧台北市大安区，自细汉我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阮拢是台北人，老台北人吼。所以对我来讲吼，过去伫咧台湾，定定听诶人讲啥物爱挂牌啊、罚钱诶即个代志，我毋捌拄着，因为大家当想象吼，甲我同一年出生的即个幸福路上的电影导演吼，宋新颖，伊住伫咧新庄，伊甲我同一年出生，伊迄个时阵电影内底，伊伫咧学校阁有咧挂牌啊。但是对我来讲，我1年啊入去小学的时阵，已经是所有的囡仔拢讲足标准的华语啊，所以我无挂牌啊的即个记忆伫遮。自细汉我了去读音乐班吼，伫咧音乐班的环境内底，更加是一个真竞争，抑阁有面向西方的古典音乐的一种美学吼，迄种审美是向西方的。所以讲，伫咧即个文学语言的背景是全华语的，伫咧即个美学的训练内底是全西方的，就是讲华语、英语的即个相定的一种论述，伫咧我的生命内底是真重要吼。就是讲，伊一开始是我熟悉即个世界会开始就对啊。好，了后我读的是即个社会学，伫咧大学的时阵读社会学。虽然讲一开始读音乐，但是我了后读到迄个 Marx 的物件，我感觉真 charming 吼，所以我就转去读社会学。感觉讲对即个社会有真侪想要改变的热情吼，所以了后我就去读社会学。研究所的时阵，我嘛感觉讲做记者真好，会当改变即个世界。所以我研究所读的是即个媒体的研究吼。但是了后吼，我感觉讲对媒体的即个淡薄仔。感觉我可能无法度去改变啥，所以了后我阁转转来读社会学吼。了后吼，开始教册了，伫咧台师大台文系开始教册。慢慢我有心了，我开始思考讲我到底要教我的囝讲啥物语言。迄个时阵，我受到阮我的好朋友吼，就是柯慧茹教授，阮的真主任的影响吼，看到伊甲因囝拢讲台语吼，好无台语。就看到一个完全的台语人，应该是讲咱的阿公阿嬷的时代的一个台湾人，是做啥物款吼？伫咧我的身躯边，我看到遮尔好的例，所以慢慢我就转做变一个，我就开始讲安尼我嘛要来做一个台语妈妈吼。所以这是我整个的一个为一个专。华语、英语思考，而且佫定定着迄落华语演讲比赛第1名的一个华语人吼。慢慢佫甲台语佫偷偷捡倒来的过程吼，是安尼吼。这是一寡分享。
好，今仔日我要甲大家人所分享的题目是国家语言法伊的悖论，抑阁有台语家庭的象征革命吼。这有3个概念伫咧内底，所以我小等会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想要讲国家语言法的悖论吼。悖论大概拄仔张老师嘛讲，是安怎用即字吼？是因为讲悖论即字其实就是矛盾吼。阮华语会甲写做另外一个。即个悖论吼，但因为我甲请教阮刘成贤教授，抑阁有其他的台语专家，阮讨论了，感觉讲用即字可能是台语内底较接近的一字吼，所以阮就用即字来做即个翻译，安尼吼。过来第2个部分，我会 focus 伫咧即个台语家庭的即个研究吼。啥物是即个 symbolic revolution 吼？我是照即个法国的社会学家 Pierre Bourdieu 伊的即个概念吼来讨论哦。就是讲伫咧咱即马即个时代吼，我拄仔一开始的即个小概都有讲着吼，就是我作为一个本来是华语、英语。教养起来，虽然讲我伫咧厝诶爸爸妈妈会教我讲台语，但是我伫咧学校基本上是无机会通好讲诶吼。是安怎？我要搁转转来要做即个台语妈妈吼。是安怎？即个台语家庭因到底是安怎要做即个选择？因敢是要发动一个台语诶语言运动而已，也是讲其实伊有可能是一个象征诶革命诶一个可能性吼。这是我今仔日所要甲大家做一个简单诶分享诶。好，台湾爸母的即个亲戚的日常是安尼吼，就是叫做的即个台湾的爸母吼，伊逐工伫咧伊的即个亲戚的实践内底吼，伊想要落实的是啥物？这是拿破加伫咧2020年吼所讲的一本册叫做拼教养吼。伫咧书内底有写到即句话，我就甲伊 quote 出来吼。伊讲培养一个全球化的囝儿哦，一个保安的一个策略吼，就是要安怎讲吼？就是讲，你要请养一个囡仔，尤其是台湾，伊伫咧即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环境内底吼，你爸爸妈妈无论讲你是咱讲即个upper class 吼，还是讲即个 middle class 吼，中产阶级吼，还是讲你是即个劳工阶级的也好吼，还是讲你是上流社会的吼。无论讲你是伫倒一个阶级内底吼，你通常会用你家己所有的气力，你的所有的资本吼，就是用Pierre Bourdieu的话吼，你所有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抑阁有你的即个经济资本，用各种方法吼，甲你的囝吼送入去吼，上至少甲你共一个阶级即个在座内底吼，就是讲。中产阶级的爸母总无希望家己的囝去落落去另外一个阶级吼。劳工阶级的当然会希望伊的囝吼，伫咧过去伊家己伫咧即个学术的表现，伊家己可能感觉无信心。这当然有结果性的问题吼，毋是伊家己的问题，但是这就是一个整个结果的问题。所以伊会希望透过足侪方法，互伊家己的囡仔。会当做一个阶级的一个提升吼，所以讲其实爸母拢会感觉足烦恼的吼，足优秀的，想要讲我的囝吼是要安怎会当搁较有竞争力吼，扩吼竞争力吼，即个整个的思维是安尼吼。有的爸爸妈妈伊较左派吼，伊想讲即摆囡仔是有够可怜，我过去吼先较注意吼，读书读啊遮尔忝，所以我要用其他的方法，互我的囡仔会当快乐的大汉。但是伫咧快乐的背后，其实是爸爸妈妈用心计较，互伊学足侪物件。伫咧快乐中学习，实际上是爸爸妈妈用足侪即个计算伫咧内底吼，算足侪物件甲即个物件自然而然习惯2种语言对无？好就用即个方法吼，所以其实上烦恼的爸母，毋是劳工阶级爸母，嘛毋是即个咱讲读 upper class 还是即个就是上流社会的爸母，上烦恼的是中产阶级的爸母，因为伊无想要落落去下骹，伊阁想要爬去顶头，这就是哪怕甲伊的即个研究内底互咱的一个启示。但是问题来吼，就是伫咧伊的即个整个即个遮尔丰富的即个研究内底，其实有一个问题意识无伫咧内底吼，因为伊就是去设定讲
台湾的爸母，就是敢若要拼英语甲华语而已吼，就是英语甲华语伫伊的研究内底，就是一个毋免阁去讨论，这本来就是所有的台湾爸母咧做的代志啊，吼要互家己囡仔要去学作文，还是要去学啥物成语吼，还是讲要学即个英语文法吼，即个补习啊，数学的补习等等的吼，拢无讨论到语言的即个部分吼，所以伫伊研究的即个基础的即个顶面，我想要阁进一步去问的问题是，就是伫伊的研究内底已经讲到台湾爸母有够忝的啊。吼，已经忝甲逐工做遮侪代志，何况阮兜上时伊阁爱，伊是读音乐班呢，阁爱练琴呢，已经遮尔忝啊，所有爸母拢遮忝，是安怎台语爸母要阁做遮尔侪代志，而且即个代志是甲咱讲的即个竞争力是无关系，嘛有可能若是讲母语。一人讲无采时间，浪费时间，而且甚至个实践是爸母为着后一代，阁显心痛的一种保安的一个方法。若是安尼，有一阵伫咧台湾的爸母，因咧去做即个台语家庭，因到底用心计较拍拼，浪费时间。甲因的囡仔咧讲台语，伊的意义是伫倒位？吼，这就是我的整个一个问题意识。吼，抑阁有就是讲台语家庭，因其实逐工出门，我较第二部分的讲到，因逐工踏出门，因会遭遇到真侪困境。抑阁有因伫咧即个亲子的实践内底，因若是讲这无法度，互因的囝伫咧现主时，马上就得到。咱讲的即个竞争力，是安怎因要做遮个代志？敢是遮尔简单，就是一种使命感，也是热情，咱就会当甲即个物件简单解决，敢若毋是安尼吼？所以讲，这是我整个研究的思考的问题意识。好，所以我就淡薄仔用一寡时间来讲一寡国家语言法的悖论吼。伫咧2008年的时阵，台湾通过即个国家语言法，但是伫咧同一年的年底，伊个通过另外一个吼2030双语国家的政策吼，就是讲吼咱为着要有即个全球的竞争力吼，要互台湾搁较有国际化吼的即个能力吼，所以开始有即个同一年吼通过双语国家。若是逐个认真去看双语国家伊内底的一个伊的即个文字，你会发现到吼，伊敢若有写着英语哦，双语是倒双语，敢若写着英语，另外一句是无写的吼，逐个感觉是倒一句？这就是 tricky 的所在，吼，伊就互恁家己去测拼，吼，恁感觉是倒一句？但台湾社会主流普遍就会感觉讲，就一定是华语，对无？嘿，但是伊无写的一个，我感觉真 tricky 的部分就是，伊嘛是对即个其他的语言有淡薄仔交代啦，就讲无啦，我无干那独尊华语哦，吼，其他的语言，逐个人拢是平等的哦。但是敢真正是安尼，大部分的人拢会感觉双语就是英语甲华语啊，吼，嘿，这就是伊一开始吼，徛伫咧即个国家政策的即个建立的时阵，就有淡薄仔，我感觉咱会当搁再一次思考的一个所在。好，搁来即个悖论发生伫咧两个层次吼。第一个吼是因定伫咧即个国家事实证据顶面的一个华英双语论述。第二个是体现伫咧公共事实层次顶面的台语的刻板印象吼。即两个部分我即马就分淡薄仔时间吼，我就来讲看卖一下吼。第一个部分就是双语国家的政策甲国家语言发展，因有一个矛盾的对决吼。要安怎讲吼？这伫咧即个咱2024年对遮办煞的即个全国台语政策的民间会议内底吼，柯慧茹教授吼，伊的即个图我就直接甲引用吼。其实伫咧过去甲即马吼，日本时代台语作为台湾社会的通用语吼，啥物是通用语？就是全台湾大部分的人拢是用即个语言咧交流沟通，就是差不多就是今仔日的华语的即马的地位。所以伊毋是一个族群语吼，伫咧遮嘛，搁再一次甲逐个做一个强调吼，就是伊毋是一个，伊无应该互人当做干那是族群语。
伊应该是一个通用语的概念。但是目前台湾的即个国家语言政策吼，甲所有的语言拢绑做伙，吼，甲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吼，其他所有的语言吼，拢绑做伙，绑做是族群语言。好，所以讲为过去到即马吼，会当看到的，就是讲伊先甲伊打压做一个方言。了后讲好啦，无90年代开始讲无啦，伊是乡土语言吼，伊是母语吼。了后才阁甲伊慢慢放入去课本内底吼，过来吼讲好，无我即马互你一个2018年讲无好啦，无你做一个国家语言吼。无论讲伊的名称安怎改吼，伊嘛是伫个一种，就是所有的甲其他的族群吼语言平等的地位。但是即种平等是，我感觉是对台语足无公平的，因为咱对台语的识别应该毋是安尼，因为原本是一个通用语的概念。吼，所以这是我想要伫个遮阁强调一摆吼。好，过来吼，就讲这内底都有一个咱来思考一个双语国家的概念吼。当然，双语伊有一个伊较快、较way的定义无共款吼。但是咱台湾用的是较way的一个协议的一个定义吼。就讲双语教育是学校内底使用第二语言，也是讲外来语吼来教学教即个学科专业科目的一种教育。吼，就讲你下课都无咧讲安尼吼，就是亲像安尼吼。台湾目前咧做的都是即种安尼吼。伫个即个双语教育的即个政策吼，的影响之下，你就会看到各阶段的一个教育目标吼是安尼吼，就是各种各项吼有超过3000间的学校吼，伊开始普及性的来去提供遮个英语的课程。我嘛有去做即个访视委员吼，会看到有一个老师其实真拍拼咧用英语上课，但是有影就是讲对学生来讲，因为台湾吼甲英语之间伊无迄个识别的基础吼，所以讲其实推索起来是有淡薄仔困难的吼。抑阁有啥物科目吼？目前吼推索较成功的，通常拢是艺术的科目吼，因为伊袂用到较侪即个专业的一寡思考伫咧内底吼，伊用的是较侪一种美学的培养吼，所以讲遐个科目有可能的是目前较淡薄仔较成功的、较普及的。吼，高中开始吼，就开始有即个双语班吼，全国有50间吼，用即个全英语的授课的比例嘛会慢慢提悬吼，抑阁有特别甲高等教育来对接吼，就是要接来大学的即个阶段。好，伫个大学就是来到阮遮吼，就台师大吼，阮就是即个双语大学的重点培育的学校吼。内底阮即马目前吼，已经开出1/4的即个 EMI 的课程吼，而且要阁面向即个满足学生毕业吼，总学分数会当到128学分的即个目标。吼，就是讲伊即个法定的即个修订吼，就是了后学生你毕业法定你会当，你爱到即个128学分，就会互你一个全英语的一个毕业的认证安尼。好，我家己开的即个台湾 Popular Culture 的这门课 EMI 课程吼，伊牵涉到基础的社会学甲文化研究的通识课程，而且学生足侪人，伊有即个科学，抑阁有即个无共款学院的、学校的，阁有国际学生，所以讲我会重心去设计嘛，爱去简单化伊内底语言使用，甲伊内底知识的即个交流。吼，所以讲，但是甲过去比起来，学生就会较认真，但是嘛会较避暑吼。因可能是淡薄仔语言的限制吼，所以讲会较避暑一丝啦。但是伊嘛会当开始有豆豆仔咧适应用英语来表达家己，所以我有用一个吼，我感觉这真袂歹吼，我就来偷渡。我讲各位同学吼，若是讲你无法度，当然我是用英语讲，毋是用台语讲。你若是对即个用英语的即个，因为每一个学生有3分钟的即个 oral presentation， 伫个100外人面头前吼，老师会鼓励你吼，除了是 except Mandarin 吼，除了华语以外，其他的国家语言，你若是会当取代来用，你若无法度用英语来演讲，其实你会当用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也是用手语的开课较呾吼，我有收到原住民族语一个。
手语1个，客语3个，啊，差不多有要20个的台语，还是差不多3年外来吼，差不多4、5百学生吼，所以比例我感觉袂歹啦，值得鼓励吼。只是讲我感觉迄个岛屿的教学环境吼，就值得咱会当斗阵来去做的吼。所以我用即个方法想办法，想要做一寡游击的一寡教学的即个试验安尼吼，好，啊，过来吼，因定伫咧咱国家事争取顶面的即个发言双语论述吼。第2个就是咱台语吼，伊面对的结构性的困顿吼。第1个是台语作为一个台湾原本的通用语吼，拄仔已经讲着，伊煞甲其他的族群语吼，共款用即个推广的一个概念吼。若是讲即个语言本身就较少人咧讲，伊就是叫做推广无毋对。但是咱是爱去发展吼，因为伊原本是通用语，结果伊即马变做是即马已经老岁老弟吼，老岁会是安尼规讲咧老哦，即个消息的即个速度吼，即拢有数字吼，会伫即个调查的数字会当看。咱用即个发展的角度来去面对伊的流失吼。过来吼，就是因为伊作为一个上多数的弱势吼，伊无任何中央也是地方的专职机关吼，嘛无专款吼。科委会一年有45亿的补助，吼，原民会一年有91亿的补助，但是台语无，完全无，吼啊，就是因为伊无家己的部会，所以讲伊所有互台语的补助，若是咱讲一个蓝山嘛，还是0.4线伫个部会吼，而且佫需要甲其他的语言来做一个评分，也是讲来逐个斗阵来讲价就对啊吼。啊，相对于客语甲原住民族语，台语都无任何发展的专法吼，这嘛是甲头前相共款的概念吼。佫最后一个，都是因为安尼嘛无家己的教育的政策吼，你会看到一个足稀奇的现象吼，就是台语的全国演讲比赛吼，啊，主办单位是客委会甲原民会吼，啊，安尼是要安怎请专家的老师，啊，伊的即个内底的用语是要安怎做一个较好的、较认真的一寡思考吼，这嘛是目前的一个矛盾吼。啊，遮所讲到即个四线伫个各部会吼，据即个文化部来讲，有即个语言的即个优先的即个补助吼，啊，一年可能有8000万元吼，要补助遮的咱讲台语的创作吼，但是毋是干那互台语哦，吼，即个创作是嘛是爱以即个语言的即个多元的主义吼，这1000万元是逐个爱公家分互所有的每一个族群的语言安尼，所以本的台语剩无偌济，所以咱对讲台语本身伊伫咧台湾是相对较强势的语言的即个印象，咱爱先甲拍破吼。好，啊，过来伫咧第2个展示，咱会看到体现伫咧公共叙述的即个展示顶面的台语的刻板印象吼，伊就伫咧即个教育的现场，你都会看到啊吼。咱就知影讲即个时数足无够的吼，伊每礼拜1节课吼，小学是40分钟，啊，中学开始吼就45分钟，而且呢，你的即个课程佫是以第1学年为原则。就是讲母语就亲像我特别用无共款的即个色水吼，甲伊标起来吼，就是伊亲像敢若你的社团兴趣甲活动班的吼，即个存在安尼吼。嘿，啊，我用即个我家己的小学，台北市某小学双语学校的即个小学2年的某班的课表来看一下吼，咱会当看到吼，就是讲所有的课程吼。本土语言就敢若伫咧拜2第3节，吼40分钟，吼啊，其他的课程包括着华语课啦，吼数学、生活、体育，每一门课拢是用华语咧教，所以华语哪会袂好咧？每一个人的华语是毋是拢遮好？好，啊，过来若是安尼哦，伊的联络簿仔内底你搁爱背英文吼，联络簿仔内底是爱全学校抽背吼，伊的即个播音讲好，即马3年5班增加用吼，来即个台前咱背互逐个听安尼吼，啊你都爱去背吼，即个咱第1句甲第5句吼，安尼咧训练英语吼。
好，搁来哦，迄联络簿仔内底毋若是干那有英语吼，搁有中国唐诗背诵吼，搁爱背即个咱我感觉有淡薄仔性别意识无遐尼悬的即个先前小姑场吼，慰安姑实性、翁实性、先前小姑场即种中国的即个即个文学作品吼。抑搁有即马上流行的儿童的出版品吼，阮兜小朋友嘛有看吼，有影啦，老实讲真好看吼。囡仔即马对中国的三国时代每一个历史内底人，伊问我一个问题，伊讲妈妈，中国的即个即个汉朝皇帝，你会当讲几个出来？吼，我敢若捌几个啊，就是较了尾仔的，到有开始的吼，甲中一寡较厉害的吼，剩的我拢毋知，但是伊会当对头讲啊尾吼，这可能历史老师比我较了解，就莫对伊遮讲。只是讲伊所有看到的物件，伊所会当买会着参考的课外书，拢是即种的吼。加上最近发生一件互我真意外的代志吼，就是有一个台语家庭的囡仔吼，伫个爸母开一时间，甲伊讲台语、英语，台语而且伊通书写，吼英语嘛不哩啊 OK 吼，日语嘛不哩啊袂歹的环境内底，竟然伊代表因班去参加作文比赛，摕到全学年的第1名。即个代志互我思考真多。第一吼，这是一个真好的例，就是讲台语的囡仔绝对华语袂歹，吼，这是足侪阿公阿嬷的烦恼的代志，吼，拢逐摆伫咧公园内底，阿公阿嬷就会甲我讲，恁兜的囡仔台语讲遮好，后摆敢会烦恼伊的台语华语讲无好，吼，这代志绝对袂发生。第二个就是语言学家有讲的，吼，就是讲。囡仔伫咧即个多语的环境内底，绝对是会当伊的语言的能力会搁较好。第三是华语的力量真大，大甲就算讲你是有意识的，要甲伊，就是无爱互伊的华语系统性的足厉害，伊嘛是家己会徛起来吼。体现伫咧即个公共事的即个电视顶面的台语刻板印象，抑搁有台湾主流吼，甚至是学界吼，对台语是一种这就是政治正确啊。所以你若是即马要来回复台语，也是讲复正台语吼，你就是要为着选票，毋是安尼吼，抑搁有即个强势语言的误解吼，都是有一个我都是甲即个新杂委员的这个意见大抵家哈，台语流失也许是个事实，但在当前的台湾，提倡台语都还是政治正确。不但政府挹注资源支持，在主流媒体与大众文化都有一定市场，并没有所谓逆风的问题。难道制播大量台语影视作品与流行音乐，从中获得庞大商业利益的文化产业，也是逆风而行吗？所以讲是主流，整个主流社会对无预算、无专法、无机关，其实所有拢是民间力量咧拍拼的台语的即个结构性的困顿，其实有足大的误解，这嘛是目前台语足歹杀的另外一个原因，还有我过去我就想到我过去拢咧读册啦，少女13、14岁，读个内底的拢是爱情。爱情，佮揽着即种国家主义、中国的国族主义，揽做一个了后，就会变做是而且佮是当作是文学的作品咧欣赏。这就是华文、华语，伊即马伫咧台湾社会文化的基础足强的。这个例可能无介好，因为这是我少女时代，应该毋是逐个的少男少女时代，但是逐个即马嘛是拢咧读较新的版本的林觉民语气诀别书，无一定是这个物件，但是是新的版本的无共款的人写的无共款的文学作品，审美的本身就是会影响到你熟悉这个世界的观点。好，第三个是台湾社会对台语的消息并无即种辨识感吼，就是讲伊有一个真大的一个，就是到即马吼，敢若7%吼，10岁以下的小朋友，敢若剩7%会晓讲台语。好，过来吼，咱要来讲台语家庭的第二个部分吼。台语家庭吼，咱讲伊是逆风吼。啥物是逆风的台语家庭吼？伊逐工踏出门即种的，就有着3个困境吼。第一个困境是伊伫咧亲戚的日常，伊定定爱重心去讲台语的困难。譬如讲，以我家己来讲，
1976年吼，根据中央研究院的调查，1976年迄年出生，迄年以后出生的爸母，伊已经无要教囡仔讲台语啊。吼，就是讲迄年开始，台语是跳水式的普遍的无好。吼，啊，即个世代的一个概念嘛，伫咧遮爱放入来。啊，这就是差不多，就是我出生年的前后。吼，啊，遮的爸母其实伊来重新去操作台语，其实是困难的，伊无法度好好讲台语。啊，你要做一个台语爸母要安怎做？好，譬如讲，你今天想吃什么？你要吃坚果吗？你今仔日要食啥物？你敢有要食？逐个人敢有法度讲坚果的台语？嘿，甜莲果吼，但你敢有想要食甜莲果？还是你要食四季果？还是你要食高头果？还是你要食刺梅？吼，还是你要食草莓？吼，我拄仔讲的遮拢是你要做爸母，逐工爱甲你的囡仔讲的一寡词。但是你会发现着足困难的，你要去查字典，吼，还是讲你要洗身躯，吼，啊，你要莲蓬头。囡仔，你迄莲蓬头不要开太大，不要那甲讲。莲花头开伤强啊，莫安尼转规间对无？啊，但是这是对一个1976年以后出生的爸母来讲足困难的代志，所以伊逐工伊每一工开喙讲话，就是每一摆上天对伊的考验，就是我敢要阁坚持落去，这是第一个困境吼。啊，第二个困境，伊踏出门了后，伊就要面对足侪外口的人会坐质疑，譬如讲我带双声出门。啊，就有我拄仔所讲伫咧公园内底，一听就知影伊是台语还是客语母语人的阿公阿嬷，用有迄个腔口的华语甲我讲，啊，你这样不怕他以后在学校跟不上人家哦？啊，你要继续这样讲吗？啊，当然我有准备足侪题库的答案会使甲伊讲，但是有影足侪吼，啊嘛有足侪友善的会甲你讲，哇！台语讲得真好，好可爱啊！这敢是一个正常国家，你伫咧英国敢会有一个路边的人甲你讲，哇，你家小朋友英文讲真好，袂嘛吼？所以这就是台湾的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啊，遮坐质疑是第二个伊的困境吼。还佫有学校嘛的老师无遮尔友善吼，都有台语囡仔去学校，老师会甲伊讲，你要讲大家听得懂的话，不然你这样会没有办法交朋友哦吼。还佫有第三个困境，就是违背着还是违逆着即个目前台湾社会主流的即个语言的阶级吼。伫咧学校内底，英语老师拢是帅哥美女，对无？吼啊，客语老师拢是阿公阿嬷。吼，啊，台语老师拢是阿婶甲阿姐，吼，啊，原住民老师拢是阿祖级的，吼，因为找无人啊，吼，啊，所以迄是一种刻板印象，伊会感觉讲即个语言足老诶，即个语言教室拢较远，啊，嘛有阮家己系会毕业的学生咧做台语老师，吼，啊，伊的教室是伫咧仓库，逐礼拜甲学生。拢20分钟开伫咧搬仓库内底椅仔搬好，20分钟已经过去啊。学生的目睭拢足金的，伊拢会看。这是一种咱讲，毋是表面上咱所看到的，就是讲一种直接的答案。伊是一种足酸软的一种，你无法度甲伊讲袂出嘴的一种 unwritten 的，一种咱讲迄种阶级的一个体现。好，啊，过来呢，台语家庭到底是啥？吼，咱即摆要来继续来讲即个话题，即个主题。吼，这是最近的新闻，吼，就是2024年12月25号的新闻，吼。文化部宣布要做一个台语家庭的计划，啊，伊讲要达到即个4万户。我其实有甲因讨论啊，这4万户是对你这数字是安怎估出来吼啊？我感觉目前嘛无遮尔多，对这淡薄仔乐观，吼啊，可能因所讲的是，只要你有心，就会使诚做是算做是，你有来做即个网络顶头即个活动的参与，安尼就算会当算是安尼吼。啊，有两种台语家庭，一种是台语学习的家庭，台语学习家庭，就是讲你无一定会晓讲，啊，你要重心要来学，即种叫做台语学习家庭。也是讲你平常时都一直咧讲台语啊，吼，就属于即种台语文化家庭，有即两种安尼，吼。
啊，我伫咧我诶即个研究即摆要做诶，主要是第二种哦，开始台语文化家庭。吼，所以以下就是我讲诶台语家庭是较偏向第二种，就是伊原本就是用台语咧甲厝内底囝儿咧讲话、甲交流诶。吼，所以因是啥呢？吼，台语家庭敢定义就是讲台语诶家庭。吼，对象来讲吼，我感觉对象无共着天差地地吼，就是真差吼，有足侪真差诶。譬如讲，咱对外人会讲台语无？会。你去演讲比赛，你会对明星讲台语；你要得到选票，吼，你就会对选民讲台语。我感觉伫咧即个部分诶台语叫做表演诶台语，这毋是我所讲诶迄种台语合进诶台语哦，毋是。好，啊，过来你对你诶客户讲台语，譬如讲你是中英航空即个小姐，所以你一定爱讲台语吼，讲台语嘛会通即个EVA Air 吼，啊是讲你著一定要做生理，所以你必须要讲台语，啊是讲你做医生，啊你要看诊，你著一定要甲阿公阿嬷做讲台语，迄著是做工课诶台语，迄嘛毋是我所讲诶讲台语。吼，抑阁有我遮有考验课吼，做工诶人吼，为虾米我甲考验课吼？因为台湾嘛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讲台语就是做工人咧讲诶台语，所以讲有当时你会感觉讲，我去市场甲伊讲台语半烂，安尼人嘛感觉我足亲切诶啦。吼，你是一种降尊于贵式诶一种，我甲伊罔讲一寡台语啊，跟他拉近一点距离，有亲切感。吼，这嘛毋是我所讲诶一种讲台语。吼，而且目前诶即个数字你会看到吼，劳工阶级讲台语吼，即种刻板印象嘛应该爱拍破啊。吼，台语家庭诶内底爸母，伊其实社会位置毋是伫咧遮哦。小等我会甲逐个人做较进一步诶分享。好，啊，过来，所以是对象讲，对外人以外，对厝内底诶人讲，吼，对爸母讲，对牵手讲，甲对囡仔讲。迄是有侪真差诶哦。对爸母讲，迄是上侪人诶，即个比例上悬吼，逐个会当去参考吼，即个内政部诶调查会当看到吼，这比例抑阁有吼，啊，过来对牵手讲诶，差不多目前诶65岁以上吼，甲70岁以上诶，遮诶即个翁仔某有当时伊诶即个比例有啦吼，就是对牵手讲，但是对囡仔讲，就算讲是70岁即样诶。嘛无一定对囡仔会讲台语啊，所以无对厝内底会啥物人讲台语，这才是我感觉爱搁较认真去定义诶。啊，我感觉上重要诶是上尾一个，对家己敢会讲台语。我相信大部分，尤其是读书读了足好诶学者，大部分诶人咧思考诶时阵。拢是用华语来思考，迄著是对家己讲。你敢是对家己讲台语，还是你其实嘛是对家己咧讲华语？有可能足厉害，有人对家己是讲其他诶语言，吼，但是用台语啊，可能是真少。吼，所以伫咧遮，我要大家到底咱来做一个思考，你是对象讲台语，你敢有对家己会当讲台语？我感觉上尾一个赞处，迄著是有影是台语已经伫咧你诶人生还是生命当中已经有影发展啦，吼。好，所以我研究内底即个台语的家庭，甲台语爸母吼，拄仔有所讲到，就是1976年以后出生的吼，用台语做请囡仔吼、摇囡仔吼，甲即个家庭的主要的惯用语，而且自我认定，也家己做一个认定吼。譬如讲，你伫咧厝的古里三种讲一个，啊，你家己感觉无感觉台语最重要，啊，佫会甲囡仔送去华语的即个华文作文班的吼，这都无伫咧我的研究的即个界定的对象内底吼，伊爱自我认定，就是讲伊认同是较悬的吼。啊，因为即马台语的即个现状是已经是足 critical 的吼。啊，相关的研究内底，我拄仔嘛有讲到吼，就是讲1976年以后出生的爸母，台语程度是跳水式的歹。吼，比进前的世代佫较明显吼，爱用华语来请用囡仔吼。而且我研究内底吼，即阵45岁以下台语爸母吼，伊是伫咧为家己因面对的即个强势华语世代经验，就是以我拄仔会做例华语世代经验，抑佫有母语的消息的即个趋势内底吼，相同的困境内底所建立即个台语家庭，啊，办遮的活动等等的吼。所以讲，我甲伊当做是一种台语的亲戚，当做是一场为厝来开始的一个象征革命。
吼，伊若是咱讲协商即个阶级界线的社会的中央，伊嘛是更加是一个挑战。咱的即个原本就即马现存的即种语言的即个伊的即个咱讲的即个，无论讲是伊的顺序也好，也是讲伊即个耸动即个互官方吼领导的即个审美的标准的即个场域吼，这都是我拢会，若是较翻译的例外，甲伊放伫个后壁有即个甲伊标音出来吼。好，我就用即个 Summers 伊的即个叙述的即个认同的即个概念来做分析，所以分做3个即个层次。塔拄国家的即个叙述甲即个公共的叙述我已经讲完啊，所以我的研究想要一点要做的，其实是即个个人的实践吼，伊要安怎去耸动即个咱目前的即个华语甲英语的霸权吼，咱要安怎透过咱家己来出版吼，来家己创造吼，伊也建立即个公共的即个叙述内底吼，来抵抗即个社会主流的即个华英的双语论述，也搁有即个咱讲2030双语国家政策的即个文化游记，伊要做一个游记展吼。好，我的即个报道人吼，其实我有访谈目前吼，伫个即个就是伫个即个教学现场教册遮个台语老师，吼，遮个台语老师嘛有一寡是伊有教其他科目的，吼，抑搁有就是来看即个华英的霸权，甲因目前的即个困境，吼，这是第一批的即个我咧做访谈的即个 focus group 遮个对象。好，另外一批吼，就是即个台语家庭的爸爸妈妈吼、爸母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日就无法度会甲大家分享即个台语教师的即个部分。我嘛有做即个很主持台湾少年人，尤其是大学生研究生对台语、华语、英语的一个看法的即个焦点团体吼。但时间关系，我今日嘛袂讲，我今日干那都会 focus 伫个几个案例吼，甲大家人做一寡概念性的分享，好遮个台语爸母通常拢是安怎吼？因通常拢有一个足深的一个体会吼，就是因的囡仔吼，伫个较细汉1、2岁啊，未看书的时阵，佫还好 ，OK 吼。但是到开始爱读书，有即个读书的需求的时阵，发现无物件通读，要安怎呢？吼，因就只好家己写。写完了后咧，反正都已经写，无就来出版，互其他小朋友嘛会当看会着。吼，只有发现着遮台语家庭的即个爸爸妈妈其实拢足 active。好，遮个爸爸妈妈呢，譬如讲罗里亚剧团的即个吴一丁吼，伊就有出版足侪册。伊伫个英国读硕士倒来了后，伊做即个团长罗里亚剧团拢是长期咧做台语的即个台语剧的搬演吼，嘛咧做即个囡仔剧台语囡仔剧，而且伊做的嘛是白色恐怖，也是讲即个日白受难的即个受难者伊的故事的改编，伊家己有出版侪遮个绘本。好，也是讲阿婷老师伊做的即个，伊都是以即个通拖的即个专业，吼，所以伊是研究通拖的，所以伊就用即个动物学家的专业，吼，而且伊家己佫有开一个即个 YouTube channel， 吼，出外讲台语安尼，吼，嘛是要为着互伊的囝，吼，抑佫有其他的台语囡仔会当看，吼。即个立宪吼，伊是台大社会学毕业的，嘛是日本的即个小学的老师。伊是即个真有名即个台语老协会理事长吼。伊的即个上大的要做的即个伊的愿望吼，就是要串联即个台语的古教还是古道吼，拢会使。看你要当做是鸟还是当做是岛嘛，会使古岛吼，拢会使安尼吼。伊要做的就是甲遮个台语家庭，就可能一个2个伫咧外口足辛苦，咱考起来来做一个有组织的，大家斗阵来讲台语安尼吼。是讲吼，即个上尾一位吼，就是乐通的即个亲子空间的头家吼。伊有出版10年两笑嗨嗨台语发音的即个林诺这嘛是为着因囝做的出版吼。伊有看到讲遮侪遮台语爸母，抑个我家己吼，我伫个英国读册完了后，转来吼做家己的即个音乐甲即个音乐的创作吼，甲有我家己对社会学吼，也是讲对即个
台湾的即个民主人权议题的兴趣甲关心吼，我就甲伊放伫我的5本的即个台语儿童公民绘本甲儿童画迄个作品内底。啊，这5本内底毋若是绘本，抑阁有即个儿童画，嘛有即个手语的版本吼。因为我做啊一半吼，发觉着手语的囡仔的即个原创的故事搁较少。所以我就好，无我来做手语，到底来做安尼。所以其实台语的爸母有一种对台湾社会就积极想要介入的一个愿望，也是行动力。好，所以这个我甲叫做台语爸母对创作出版开始，为创作出版开始的一种文化游记。吼，这对我来讲，伊就是 Antonio Gramsci 讲的游记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动员。吼，也是讲 Pierre Bourdieu 所讲的文化中概念的概念。吼，伊家己的即种，伊原本伊的即个心理，吼，也是对伊的即种伊的政治的理念。吼，伊讲你讲是对台湾毋甘会疼心，这是较政治信念。吼，也是讲，伊伫咧法国留学，伫咧德国留学的时阵，看到一因迄个国家对即个画本的一寡无共款的议题出版，吼，就是嘛想要甲出版伫咧咱的台语的绘本内底，所以我感觉这是一种相近的中介的概念伫咧遮吼。好，啊，台语的家庭所发动的即个象征的革命是安尼吼，伊是咱现有的即种台语政策甲运动推动者吼，可能会讲吼啊，这就是一种咱对母语有一种核定的即种核准的一种热情甲即个使命感哦。啊，其实我感觉迄上重要，若是以即个Pierre Bourdieu所讲的吼，奠基伫诶，就是咱台语爸母伊家己的即种本身的资本的总量哦。若是讲伊资本的总量无够，伊的相对的即种条件无遐尼好，其实推煞这是真困难吼。我就举一个例好，这是吼一个月一摆的进前罗里亚剧团一办的拜六早起的，差不多敢若40点钟的一个小型的，咱讲亲子剧。吼，搬互囡仔看的，吼啊来一摆吼，有迄个为家人、为宜兰安尼拼来，敢若要看40分钟的表演的家庭，吼啊伊的即个无论讲是经济的成本、时间的成本，拢足悬的。吼，就是讲你要接近台语，你要接近母语，伊是迄个你的迄个爱去下过会困难足多的。所以你若是资本总量无够，你的相对的即个优势的条件无够，其实是真困难。吼啊，这就是甲Bourdieu所讲的共款，就是象征的革命吼，伊定定就是发生伫咧较有优势条件的遮个革命者才会当发生的。吼啊，这我先简单讲啊遮吼，因为我想要用淡薄仔一点仔时间，因为时间较无够，我要来甲大家分享要安怎去做咱的台语甲岛语的家庭吼。好，首先吼，语言的使用吼，就是咱嘛是会甲咱的即个线顶线骹的好朋友来分享。台语做主要的家庭的语言，吼爱用母语为本，啊，另外就是添加式的即种双语主义吼，啊，爸母一人一句以外呢，你会当来，就是讲你若是毋是全台语，要紧你就是爸母一人一句，吼，实践双语甚至多语哦，和即种另外一种语言啊。我熟悉遮个访谈的对象台语家庭，其实拢是，譬如讲法语、台语、日语、德语，吼，还是日语、台语的，才会安尼分配的，吼。啊，遮其他的语言，吼，会当吼，诚做是厝内底除了台语以外，另外一种惯用语。吼啊，譬如讲，阮选吼伊的例吼，伊就是因兜就是法语甲台语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无法度来放即个影片吼。嘿，啊，过来就是对你来讲吼，双语是多两种语言吼。即马来拍，我即马应该拍即拍破吼。双语吼无必然是即个华语甲英语嘛，有可能是台语、法语、日语、客语，我拄仔所讲着的吼。好，啊，过来哦，就是即个法国腔的英语其实嘛真有特色，对吧？吼，所以讲咱来拍破即个腔口的即个袂死吼，无一定讲我腔口爱足标准，还是讲我的腔口是倒位安尼吼。啊，英国伊有至少20种的英语的口音，台湾社会普遍熟悉的即个美国的即个口音嘛无伫咧内底哦吼。咱来拍破即个口音吼，你讲无好要紧吼。会当沟通就好吼，爱拍破文化的即个袂死，你嘛我文化无好吼，有当时互人安尼定互人掠包对无吼？譬如讲，因为咱拢是
受着华语影响足大诶世代。吼啊，讲话讲啊，迄上尾会讲啥物妈。你敢安尼？你有食饱吗？吼，啊，定定拢会互人掠包，对无吼？啊，无要紧吼，咱就是继续讲吼，就是你慢慢家己解决也好吼，你爱拍破即种文化诶迷思吼，native 诶文化伊诶即个考文化无一定考比咱较悬分，对无？所以讲，通常拢是外来诶人吼，文化拢会较悬分啊，对无？吼。好，过来嘛爱拍破爸爸妈妈诶，即个学历诶，即个迷思吼，就是无一定讲有国外经验，爸爸妈妈才会当去做吼，还是咱即华语讲打造双语家庭吼。譬如讲，都有真侪吼，伊是翁爸，伊是英语甲台语诶，即个上句囡仔吼，啊，结果因妈妈讲无啊，我无留学经验，我就是安尼去执行得着啊。好，台语甲岛语诶家庭诶基础诶，即个建设吼，都是爱有家庭诶即个成员诶共识甲支持吼，含支持吼。爸母一人一句，拄仔所讲着，爸母交流语言嘛足重要，啊，袂使恁两个人偷偷啊伫咧灶骹咧讲华语吼，啊，对囡仔讲台语，啊，家己伫咧灶骹头讲华语对无吼？啊，而且你爱先用阿公阿嬷。吼，甲有主要互动诶成员诶母语甲语言诶即个优势吼。啊，比如讲时间甲空间诶建制是啥物吼？就是拄仔一直讲诶吼，爸母一人一句，你爱配合迄个时，你完全诶时段都是互你，即拜六早起就是完全诶日语时段，还是法语时段，吼，啊是讲你有特别诶主题，譬如讲耶诞节，吼，啊，就是英语诶即个特别主题，也是讲妈诞节吼，就是妈祖生诶迄天叫妈诞节，对吧？妈诞节迄天就爱全台语规工安尼吼。啊，你特别诶即个场所，譬如讲去阿嬷兜耍，就是绝对是全台语先用阿嬷诶即个语言诶优势，对吧？好，最后吼，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台湾少年人完全无机会用同款诶即个气来去学家己诶语言。台湾少年人无法度用家己诶语言表达情感，抑阁有无法度表达文学、音乐、科学甲数学吼。台语嘛应该是伫咧所有诶空间内底自由飞，嘛会当应该是日常生活诶专业学问诶公共议题诶，抑阁有伊会当是咧讲咱诶感情诶，吼，也是会当，就是你伫咧房间内底，甲你上爱你有意爱诶人咧亲密诶行为诶时阵，敢会当讲台语？好，我感觉这都是一种自我检查诶方法吼，就是你甲即个语言到底是距离是偌近还是偌远吼，抑阁有其他诶各种可能。好，啊，国家语言化诶推扫吼、推动吼，就是要甲台语互行到每一个诶空间。但是国家语言化伊诶悖论，我拄仔嘛有讲着吼，就是讲咱嘛是爱足慎重、足认真去思考，伊中啊可能有一寡设定，一开始就毋对诶一寡问题。好，啊，对流行文化是为流行文化来去做咱诶台语日常，我感觉这真重要吼。啊，社会各界意见领袖嘛，应该爱来思考、来改革吼，要安怎来考虑安尼吼，要安怎来做安尼吼，抑阁有做一个开始伫咧各方面来甲正名吼，抑阁有着至少10年为期诶稳定诶经费诶变动吼，都是要求无济啦吼。若是讲全这机关也无法度成立，你上至少爱有稳定诶即个预算吼，毋是讲。就是懒散的吼，啊，互你安尼遮一点仔，遐一点仔吼，啊，无一个长期的规划吼，抑阁有咱来增加台语伫咧电视剧吼、流行音乐、电影吼，才会慢加吼，伊的即个流行商品内底品质甲数量吼，无毋通干那出现伫咧台语台、客语台、原民台吼，也是剧情内底带伫咧装卡的亲戚所讲的话。吼，我感觉台语拢通常，你若是出现伫咧主流的即个电视台，伊通常拢是带伫咧装卡的亲戚朋友咧讲的话。吼，我感觉即马有咧改变啦。吼，譬如讲有即个法律的一寡，即个专业的台语的即个戏剧，这拢是足好的一寡思考。吼。啊嘛开始有一寡全台语的即个都会的即个剧吼，啊会当啊到音乐的类型
吼，啊嘛邀请少年的即个 KOL 吼，也是明星吼。我写的即个是无少年啊吼，但是这对我来讲嘛是有少年。新的一寡明星的加入吼，抑佫有咱讲咱为即个流行文化去做咱的台语日常吼，学校甲即个日常生活台语使用嘛爱吼，甲活来吼，就亲像讲咱鼓励台语家庭的生团吼，啊这拄仔已经讲着啊，嘛爱有。台语伫个公共空间的正常化，吼啊，就是伫个国学科内底，就是毋若是干那用英语咧教艺术，嘛会当用台语去教华语啊，吼啊，这就是爱需要咱的政府来经过来思考，啊，咱会感觉麻烦，感觉浪费时间，是因为咱的熟悉论内底都无即个物件，这毋是咱的毋对，这是教育一开始就甲咱带行毋对的路，咱来。逐个经过到底来思考啊，老师学生的奖励机制嘛，爱用全面来到底来做安尼。好啊，我以上就简单报告到遮啊，请大家甲我指教，感谢。安尼，咱即马是毋是就请赵教授咱为大家舞谈吼？多谢主持人啊，多谢今仔日主讲的曾老师啊，我嘛真欢喜有即个机会来做即个舞谈啦吼。啊，老实讲，我毋是即个语言的专家我之前我是真配合讲曾老师想即个问题想啊遮深遮宽吼。我之前虽然讲我伫嘛一直有讲台语的意识吼，我伫真侪场合。逐个无一定会讲台语的所在，我会去讲台语。毋过迄拢是用我伫个人的经验我伫个人的想法咧做，毋捌像曾老师咧想甲遮全面安尼吼，所以我真配合所以我都是现场听，我都现场想淡薄议题问题尔吼，所以毋是讲真全面，嘛毋是讲真深刻。一个问题可能是较根本的啦吼。曾老师提，我感觉种的建议拢足好，吼，拢应该做吼。毋过咱若讲用一个比较的角度来讲吼，毋知曾老师也是参物研究即个问题的同辈，捌想过有当一个语言吼，是像台语讲已经安尼消失还是讲衰弱到即款程度，还佫有通做甲像曾老师讲的复振的即个状况，毋知有当一个再一个是安尼无吼？因为之前我咧想讲台语都已经流失到即个程度吼，讲我其实我毋捌去想着讲除了个人吼，讲会使做演讲会使搬戏，会使唱歌以外，讲变做一个共同语吼，佫倒转甲一个我其实我真正毋捌想过即个可能性啦吼。毋过这是一个真好的目标吼。像我老实讲啦吼，虽然讲外口无人咧反对讲台湾双语国家即个政策即个目标，因我感觉这一个是无采钱，一个毋过因即摆抑佫有一个主要来看，就是真趣味的反对，因是讲其实真侪人拢是外文系的教授。因着讲双语的教学，囡仔伤细汉的时阵学语言吼，伊讲比做两款语言拢学袂好吼，讲毋过就是讲你一个语言你要学好，你毋是细汉的时阵学，你要当时学吼，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是感觉讲即个。曾老师伊讲的一点非常的对吼，非常的正确。伊就是讲咱之前其实定有一个 miss， 一个想法讲咱福建台语袂使杀甲受大力吼，因为台语是一个强势的语言，咱之前拢无得甲
可能无讲甲遮清楚啦吼，啊，毋过就是就隐隐约约就感觉讲，所以啊，毋过即个想法吼，其实是有两点来安那来比较来衬托啦吼。一个是讲比如讲伫国家伫 state 伫咧政治的场域内底吼，就是定定去用华语做母语的人，就讲哦，啊，就台湾就是台湾人较济嘛吼，啊，所以恁人较济，恁是多数吼，啊，所以你也讲要强调台语的时阵，那像讲啊少数的人要台啊，要排除安尼吼。啊，另外一个是讲，即个反对的人，伊就提讲客话，啊，个讲原住民人讲，哦，你台语就明明就是强势语言啊吼，啊，你要强调台语的重要性的时阵，啊，是物就是要压抑阮讲客话，还是讲原住民的话安尼吼，啊，所以就变做是讲，所以一直到最近，譬如讲咱有台语台以来，啊，进前的时阵，讲台语的人其实拢真客气啊吼，感觉讲咱袂使，嘿，咱袂使互人一个印象讲咱是多数，咱是强势的人，啊，咧要去台啊，即个少数的族群，少数的语言吼，啊，所以我感觉对即个，所以曾老师伊提出即点，我感觉是足正确的吼。啊，咱其实咱爱有意识，就是后摆咱伫公共的场合，还是伫国家政策的场合，咱爱坚持即点啦吼。啊，另外一个是我想着讲是一个社会学一个 empirical 的观察啦吼。就是像你讲的，我因为曾老师真少年，所以伊去学校的时阵已经无迄个挂高牌啊的即个做法啦。因为其实伫伊即个年纪的时阵，迄个转变已经完成了嘛。吼啊，因为对我即个时代开始的啦。吼，伫学校讲无一定是讲得家里啊，你也是讲客人的所在，你讲客话时讲方言啦吼，讲话是一种处罚，迄是伫国民党即个政权伫台湾，感觉讲伊的统治已经稳固啊，吼，所以开始要伊的语言，吼，要压伫即个原住的族群面顶，吼，所以就讲会使讲国语，袂使讲台语。当然国语即个观念其实嘛真矛盾啦，咱即个先莫讲啦，吼。啊，所以咧，毋过即个政策有效的是变做是讲安怎咧？伊伫学校，伫即个教育的场所内底，伊要去推，啊，所以变做像我即款咧，我别项拢袂晓，啊，毋过我读册比人较高淡薄啊，啊，变做拢好学生要伫学校要表现了上好，所以好学生的国语讲了上好。啊，变做讲定定是好学生的母语吼，放调上紧上济吼。啊，查某佫比查甫较济，因为查某就咱就期待讲查某爱伫学校是爱听话的好学生吼。啊，所以变做像我同一辈的北一里的学生，可能比建中学生袂晓讲台语的较济吼。这一个，因为这是社会啊。会投射变做一个性别的结果啦吼。啊，毋过老实讲啦吼，国民党即个语言的即个强迫，还是即个语言的政策吼，伊的效果吼，逐个所在无共吼。上好是伫台北啦吼。所以咱若听曾老师的台语，你就知影想讲，咱就知影讲，伊即个台语是大汉了后才搁电头学的。哦，是啊，啊，伊是有意识的，是要搁学倒转来吼。毋过就是表示伊细汉的时阵，迄个变做 native speaker，迄个时机都已经无去啊嘛吼。毋过伫中部，特别是南部吼，用语言用台语做共同语的机会吼，时间其实也搁加真济啦，吼。啊，所以像苏老师
说是嘛听会出来，伊诶台语嘛是老尾才个学倒转来啦吼。啊，毋过伊有诶腔吼，啊，伊诶话其实细汉也伫遐啦。哦，就所以也个有留淡薄基本诶物件伫遐吼。所以其实即个状况无甲咱偌共款。所以南部吼，从北部其实有差。啊，台北伫北部基本上这是已经是，就等于是100%完成啊吼。可能伫南部可能是伊完成可能25%、35%，所以台语诶空间嘛较也有诶空间吼，还佫会使有机诶成长诶机会也佫较大啦哈。这是照我咧看。啊，另外一点是历史诶观察啦吼。这无一定参迄个曾老师今仔讲诶主题有关，毋过曾老师就讲了伊细汉是音乐班诶吼。啊，其实我真佩服伊，因为一般来讲，咱台湾你若讲细汉选音乐吼，就表示讲你诶学科已经放弃啊，所以你就该使一直读音乐吼，后摆就叫音乐人吼，啊无就做音乐诶老师。啊，像伊讲会使佫反倒转来讲，要佫做佫读其他学科，啊，佫甚至去读社会迄博士，这是足少数诶啦吼。啊，毋过伊有即款成就啦，互咱真佩服。啊，毋过咱真正咱因为是伫国民党即个环境，互咱大汉诶吼，啊，伊互咱一个印象，讲学音乐是社会阶级较悬诶人去学诶吼。啊，学音乐就是爱讲台语、讲华语吼，无讲华语吼，甚至是外省人即款较尊贵啊，社会阶级悬人学诶。啊，毋过其实咯，咱若注意去看吼，咱台湾诶音乐家吼，真侪是台南出身诶，吼。迄个你小提琴家，迄个啥物人？迄个啥物人？就是即个就辈分真悬啊！细汉就去美国学啊，毋过林兆亮，伊就是台南人。老实讲，就是咱台南就学音乐的比例吼，violin 啊是 piano， 其实比例不遮悬啦，吼。就是因为有即个风气，有即个社会的资本，所以咱台湾真侪外省人以外的台湾的音乐家，其实真侪是伫南部出身的吼。这抑佫足侪是因为是讲日本时代，因为遮个人可能过去可能是医师的家庭吼，因有即个经济的资本，有即个社会的资本的，会使去介意音乐，享受音乐，甚至互因后一辈会使去学音乐安尼有关系啦。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就变做有即款。毋过咱定定袂记哩即款代志。哦，咱就想讲，可能上好的音乐都是爱社会阶级上悬，教育程度上悬的台北吼，才有可能出现。毋过其实咱台湾嘛有即款的背景，嘛有即款的环境会使培养安尼的人吼。所以就简单讲4点啊，基本上我拢就是同意即个曾老师的观察，伊叫足深足快的研究就是来提出来参与做参与开讲，参与讨论吼是。谢谢张教授的有谈吼，互你发现啦，我的台语是着细汉的时阵有定定咧讲啦，嘿，跟爸母咧讲，大汉了出国了，就拢较少啊，拢学国外的语言较济，嘿，到即马为着咧主持即场，较开始吼，佫慢慢咧讲，嘿，好佳哉，迄一寡字佫会使，嘿，但是较专业的，就拢都互掠着啊，嘿，好，安尼。安尼在场敢有啥物？咱的朋友敢有问题要请问曾教授的是吗？你举手毋是？好。就我谈问题吼，我想要提出我家己的看法啦，吼，因为曾教授的内容是足精彩的，
但是我要请教的就是讲，你看到这现象，问题出伫咧倒？这是我咧思考的，尤其参加这一系列咧台语的讲座吼，我对05年开始，较开始用这种语言的方式咧讲话。在我成长，从教育你说的那个被处罚的年代，我无感，因为我小学读的是从小学、国中到高中都是属于1等1的学校，所以说我讲国语到我进大学的时候，人家问我你是哪里人，是问我是哪一省人。但是我有一个议题想要请教教授的，你的文章内底无100%使用汉文，这问题是出伫咧倒？我咧定定咧甲少年来讲，咱有机会去看世界，但是世界你所看到的物件，你有能力讲互你的阿公阿嬷听无？这是一个所谓内化，外来的物件内化变做家己的。因为我看到，伫咧我即个语系的使用者，对无？无能力内化，这是上介大的问题。即个不管是讲华语、北京语，蒋介石伊家己嘛讲袂清啊，伊嘛无法度讲标准的北京语啊。啥个台湾人会？即种就是讲被殖民化，秩序到即马无感觉。西方的传教授用的所谓罗马文，这嘛是一种殖民化。啥较会无感觉？我看你写的文章内底嘛有用到罗马文啊，对吧？这就是讲，咱要革命，到底咱的命是伫咧倒位啦？这我也看无啦。来，曾教授会当，你要要摕转来的命到底是啥？你知影无？即摆的即个语系的人知影无？你家己的命是生做啥货？你要追求的命是放诸四海，人要信无？人要尊重无？这我是讲。即个议题，请教曾教授，就是讲你即摆咧教学上的时阵，你要叫学生啊找到啥物命转来，这我是足想要知影。好，谢谢吼。安尼咱看搁有一个问题嘛？安尼好，请。陈教授你好，我是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学者陈家德。先先感谢曾教授的出版这5本的册，因为我本身嘛是一个台语爸爸，我是台语路桃园冰箱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对，毋是我是创始成员安尼，就是我一直插迄个底言，一直叫伊成立嘛，所以阮就成立一个冰箱集团。因为阮做囝足介意教授的即几本册，对，我拄仔接到桃园图书馆迄个敏甲阿培即本册，讲我过期啊，因为阮不是我伊无互我还，所以伊最近一直叫我去买教授的几套册，拢去买落安尼。对，所以因为我本身体会足深啦，我2019年7月开始，我意识到台语的落实问题，我开始
家己讲台语。啊，迄个时我无囡仔，对啊，我头用3个月时间对家己讲台语，改做台语思考，啊，一开始做痛苦，对啊，家己惯死，就甲惯死。啊，迄个时阵我真正找无人讲台语，嘛无啥物出版品，但是我囡仔出世这3年，我感觉出版品足多，我完全他袂讲钱无够买啦，嘿，所以我对即几年的迄个运动是感觉足深入安尼。啊，伫遮我嘛教授的论点我介认同的，我有几个部分我想要问教授。第一个就是讲，因为教授嘛是台语家庭，啊，其实我熟悉的中华团介侪台语家庭有拄着读国小，读幼稚园就会出现，啊，国小的时阵佫愈明显，就是惊囡仔会互华语扭去，啊，成功的案例甲灌输台语意识、培养台语意识成功的案例足侪，毋过嘛有一寡互囡仔互学校扭伊，并无爱讲台语，所以我本身嘛会拄着，我想要请教教授，即方面要安怎去应对？安尼。啊，第二个问题是讲，就是教授即方面的对台语家庭还即方面的发展，就是无啥物建议。头仔就是讲，第一个问题是讲对囡仔尤其读国小以后的问题。第二个是整体来讲，要安怎去发展迄个咱的台语家庭的即个运动，继续扩大。其实我有一寡华语的朋友嘛讲，近2年感觉着讲路人看会着台语的囡仔，较早是看袂着。对啊，第三个问题是可能甲台语无有较间接的关系尔，就是头仔教授有讲到迄个。如果历史是一群喵这套册嘛，啊，其实这套册我伫台语落来咧，我甲大家讲过，因为我本身读历史，我讲迄套册正出到，因为迄中国出的，啊，伊的概念是抄袭日本，抄袭日本的迄个用鸟去做历史人物，啊，毋过伊册目前伊目册内底其实伊有介强的大中国思想、中国民族主义，啊，尤其是伊正出到唐朝，大家感觉较袂明显，毋过迄个作者伊本身到民国也是讲清朝尾期，伊的迄个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甲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是足明显，对，伊后摆一定会出现。但是这套册真已经对台湾的囡仔造成介严重的文化渗透。那毋知影教授对咱台语家庭拄着即个问题的时阵，咱要安怎去处理、去应对安尼？这是我3个问题，多谢。教育环境是真重要，啊，毋过就是讲吼，即马最深刻的就是讲，其实目前台湾独尊华语的即个其实无任何法律基础。各位爱知影讲吼，伫即个2003年的款迄当阵吼，台语推行办法都已经正式废止啊。所以即马军队、政府、国家考试面顶敢若用华语，这是违法的。颠倒是2019年时候，国家语言法通过以后。互台湾作为一个多语国家的基础，所以这是伫法律上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而且咱讲迄个啥，联合国反对教育歧视公约内底，嘛保障每一个父母都会当选择家己即个子弟伊的即个语言甲文化的权利，这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就是讲，即马台湾有8成的人平平伫纳税，相当我都逐工辛苦打拼，就是要纳钱去互政府，互阮的子弟去学校用强迫去学别人的母语，安尼讲有公平，安尼讲有符合民主的这定数，这是一个真重要基本人权的保障。即马是有一个法律当遐，你根本就无法度去上基本的这权利去保障啊。所以要请教就是讲，像讲过去台湾有真济讲伫主张这个基本权利的婚姻平权，还是讲原住民单独使用家己的族名。伊拢是透过这个啥行政诉讼，你教授顶下讲就是讲，其实台语家庭本身就是一款的社会运动，一款政治的认同。敢有去思考讲，其实若要透过这个行政，还是讲去个法院相告的方式，来争取家己的基本人权。因为教育你无这个环境，你等于讲每一个家庭爱投入的资源是颠倒搁较济。所以你要改变这个社会，你爱为这个环境，还是讲为这个无正义的结果开始，所以
简单一寡想法要甲即个教授请教，感谢。好好，安尼问题做者吼，安尼请曾教授答复。感谢咱的武丹林张老师甲咱所有的来宾，互我足侪真好的建议甲意见。我就真简单，因为时间的关系，真简单做一寡回应吼。首先是老师讲了无毋对吼，就是伫咧即个历史的现场，也是讲南部北部伊还佫有一寡真差吼，这完全是少第一手的一寡观察吼，就是世代的即个议题，也佫有即个伊是伫咧住喺城市，也是住伫咧即个庄骹，这拢是就是讲伫咧咱即个研究内底爱去考虑到的。只是讲目前咱看到的数字，就算讲是住伫咧南部的爸母、少年爸母嘛。无对家己的囡仔讲台语的即个代志，即嘛是真严重吼。你嘛会定定听到人真正讲做工的人拢是听台语。讲台语，其实无，你即摆若是有当时经过一寡咧起厝的，因拢咧听周杰伦安尼吼，就是讲即摆拢是应该拢是全华语的一个时代吼。佫有拄啊张老师嘛有讲到一个最好的观察，有影吼，我第一个老师就是师大音乐系的教授吼，卢兆阳老师，伊就是留学日本的，无毋对吼，就是讲伊是留学日本的吼。咱当然对西方的想象，为即个古典的即个音乐吼。对西方的想象，有当时英语甲华语，因两个是手牵手合作伙，吼，伫咧学校的学术表现、艺术表现较好的学生，伊颠倒是伊的即个台语消失的即个速度是上紧的吼。好学生，也是讲定定互老师奖励的遐个学生，通常拢是即批人，即批人即马拢是伫咧政府单位吼，学术机构，也是讲济咱即个社会内底吼较顶悬的遮个人吼，通常拢是华语讲了上好的吼。那因为伊伫咧过去的即个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吼，表现较好吼，这都是即马一个嘛是老师拄仔所讲到即个困境吼，这我嘛应该甲伊下礼拜我的即个补充内底吼，感谢老师吼提醒我足好的即个物件。第二个问题是即个陈前辈所讲到吼，就是讲咱的书写系统的即个代志吼，到底是倒一种书写系统？即个其实伫咧台语的即个运动者阵营内底，其实大家人讨论真侪，这嘛是我一直咧思考的问题。咱是要爱亲像过去国民党安尼，我着强制逐个人写一种，也是讲咱毋是即种个性的人，咱就是对抗一个实名的政权。咱希望台湾是民主多元的，所以逐个人有逐个人的声音，有各种的书写系统，逐个人互相尊重。咱着人遮尔少要搁爱分即种迄种，即摆要安怎？这有影是一学者。也是讲台语运动者，即马嘛是一直咧思考的一个代志。咱到底即个路线要安怎继续行？当然就是讲有无共款的即个坚持，无共款的定有无共款的坚持。但我用的通常我就是教育部版本，因为书台是书本的学校，所以用的版本是教育部的版本来做书写安尼吼。简单回答，咱小等会后敢会使个来讨论安尼吼。好，接下来是家己老师吼拄仔所讲到的，真感谢千金有爱读我的就感谢吼。出版品即个代志，我感觉足欢喜，是即几年有较侪，但是比起华语甲英语，甚至是德语、日语的绘本嘛是少哦。伫咧咱台湾，你凊彩伫咧卖册，即个网络网站顶头。迄是数量是无法度比的，一年可能10本的台语绘本，但是有8本的华语、8本的英语在出安尼，迄比例是天甲地的即个差别吼。尤其即马，因为目前的即个出版品都是即样的，即个都是囡仔抑个细汉。即个爸爸妈妈咧出咧，互即个青少年的即个绘本，即马抑个少。即个伊的册即摆抑阁无侪，所以可能囡仔慢慢大汉啦，才会台语爸爸妈妈会开始写，较大汉的囡仔来读的，可能爱紧嘛，甲即个物件发展起来，过来是讲到即个伫咧即个
学校内底吼，要安怎甲原本的即个主流的环境做对抗吼？我家己的方法是安尼，因为我嘛是送因去读体制内学校。吼啊，但是安尼爸母有影是较忝吼，我逐工拢不管是去做志工，我讲我会去幼稚园讲故事，啊嘛会去学校做志工，啊因为做志工老师就会，因为你无功劳嘛有苦劳，所以老师你讲的话，老师有想要参考，所以讲就是爱家己甲迄个环境创造出来，做一个语言友善的环境吼，啊，甲即个就是拍开即个空间，伫个至少是家己囡仔的即班吼，伊会当定定听到无共款的语言安尼吼，这是我的方法。但是有影台语路即马想要推动的即个，我感觉足佩服的吼，台语学校吼，咱即马咧想要请政府来做的台语学校，也是上少会当有实验班吼，即个希望会当伫个体制内会当做会到安尼吼。啊，我的囡仔因为是双生啊，所以因天生都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上至少阁有一个同学会当甲伊讲台语，因阁共班安尼吼，所以因有一个 privilege。但是我知影有真侪台语囡仔足辛苦的吼，伊全台语的环境啊，一入去即个体制内底，伊面对的都是外星人咧甲伊讲话，吼，伊一开始迄个感受拢毋是真好的经验安尼，吼啊，这就是爱外口爸爸妈妈甲伊讲足侪，啊，拄仔有讲到迄个历史是一群猫嘿。我就是有观察到即个现象，就是中国的国族主义，过去是即个中华民国的国族主义，但是即马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族主义相同的压迫伫个台湾的社会。两个加做伙，吼啊，全面性的变做是中国甲台湾之间主体性的一个斗争。我感觉这是咱即马爱就认真去思考的一个代志，尤其是毋若是讲咱拄仔所讲到，迄个是爱认真去读册才读会入去的。我感觉上互人惊吓的是流行文化，尤其是戏剧的作品，伊内底包装啊足水的，啊，男主角、女主角拢水过缘投吼啊。其实你就伫个迄个，你虽然你家当作是外国的影视作品咧看，但是大部分的人伊毋是安尼咧读的。这就是咱讲转来，就是语言的重要性。因为台湾人华语讲了伤好，所以伊咧直接遮的即个中国的即个文化商品的时阵，伊其实是会当足轻松就看有诶。伊看日本的作品，伊搁爱看翻译，伊搁爱去读日语，啊看韩语的。过去韩流伫台湾的流行起来，是因为伊拢是免费互你看，而且伊配音配华语，所以互你习惯了，伊才转做是韩语，这是因的一个入来咱台湾的一个方法安尼吼。所以共款的即个道理，就是讲，因为语言咱无一个区别，所以讲变做讲咱甲即个国家之间，咱的主体性，还是讲国家安全的展出的即个问题，都会。互咱感觉足危险的吼，这嘛是感谢家己老师拄仔所提出来。我感觉即个公益感足重要的吼，就是讲拄仔陈前辈有讲到问题到底是伫个倒位？是安怎？逐个人拢无爱讲台语，因为公益感无出来。台语的公益感伫倒？若是讲自细汉老师，你台语讲了足好诶，老师就互你一个第一名的牌啊。吼，咱即马拢是小朋友，即马会比赛拢是安尼，摕足侪牌啊！即马开始有语言的比赛，囡仔作文也是讲各种的写字的比赛，拢是华语的比赛。迄个公益感是逐工安尼累积起来。但是咱对台语的公益感，咱无透过时间慢慢去建立。啊，即个心美是一工两工，伫个咱细汉抑阁足用的少年时代、少男时代，逐工咧读诗的时阵，读的毋是台语诗，读的是华语诗。你甲情感拢投资伫遐，你的公益感无建立起来。啊，我感觉迄就是目前台语上大的问题。啊，即个公益感爱先建立起来，其实嘛有一个足粗残的方法，足直接的方法，就是考试加分。台湾社会这足有效的，嘿。但是咱敢莫安尼做，就是讲，敢若无其他较紧的方法，因为伊老岁老弟老足紧的。啊，咱敢要用，咱是较民主，较希望是咱毋是甲过去的政权共款的即种方法的人。
咱用考试加分可能是上紧的方法，也是讲咱当然是袂使罚钱嘛。你讲法务我要甲你罚钱对无？袂使。但是伊迄个时阵是用即种方法，警告，甲台湾社会的通用语洗掉。咱即马敢莫用共款的方法，安尼是上紧。但是无法度嘛，就是咱是民主社会，无法度用即种方法，所以公营感爱先建立起来。到底要安怎建立？敢是用考试加分，还是讲你伫个公家机关，你若要加薪水，你嘛会当有即个认证来加分，用公营感的即个方法来，互逐个台务变了较愿意讲。但是公营感毋若是干那加分，即种咱讲足经济啊，足功利的，嘛是爱有我拄仔所讲着审美吼，就是讲咱为即个文学作品内底、音乐作品内底去坐来做遮个，互逐个人会当欣赏的遮个文本来开始吼。上尾就是讲公营感建立了后，咱就会当豆豆仔较熟手，熟手以后，咱才会当行出去咱的即个舒适圈，因为足侪爸母伫个即个，咱都新闻拢会看到吼，就是。伊的即个啥物拼即个罗马字，转去爸爸妈妈就对遐个哀叫，讲足困难的吼。台湾人对英语已经足惊的吼迄个拼音都互因想着过去英语，这毋是共一项代志吼。咱若是6岁7岁的时阵，学校就是教你爱写字，你就袂 complain。是安怎即马你就要 complain 呢？即马叫你学你家己的语言，是安怎 complain 遮济？迄就是因为逐个人拢。逐工上班拢真忝吼有足侪代志咧无用行入去行出去舒适圈的本身会感觉足忝的，所以公营感以后你爱互伊足熟手，毋才会当建立一个台语的即个空间较环境吼。所以上尾洪老师所讲到的即个，咱是毋伫个法律上来争取，我感觉会使呢。咱来试看觅。我感觉这是真好的一个建议吼，就爱咱认真来做即项代志吼。为法律上，我感觉若会当先开始作为一个地位定位的重新的思考甲讨论，我感觉这可能是真好的一条路线，会当来行的。嘿，开始。你会知影哦，文化部是伫客家。好，安尼因为时间即马可能好，无搁1分钟安尼。我有一个所在，我伫张老师他们都有讲着，陈老师无讲着，我分享一下。因为我本身的目前的研究，我博士的文献去年毕业，我研究是战后台湾本土化，目前研究的是战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统合，甲中国民族主义建构、中国民族国家建构。我就是咧讨论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老师他们讲着，国民党先伫1950年代开始打入台语，其实毋是伊政权稳定。国民党伫1950年5月决定打入台语，到1980年代上少4遍的加强。这4遍加强是伊政权无稳定，伊政权愈无稳定，伊愈加强文化统合稳定的政权。因为伊国民统合，因为法统体制关系，国民统合无法度完成，所以用文化统合去加强。这甲日本伫台湾伫朝鲜的文化统合是共款的，伊的做法是差不多。第二个就是讲，老师他们讲到一个，有复兴的案例无？有，上新的案例是乌克兰语。你去看，咱看乌克兰的本身的伊的国家统计局，伊的数字当然是俄语，所以咱可以翻做英语，因为咱俄语无侪。毋过来看到讲，伊伫2006年的时阵，伊是乌克兰语人到低点。其实1996年的迄年的统计，
你若1999年到2002年台语的统计，甲1999年乌克兰语统计，迄个时阵台语衰退变倒无乌克兰语遐严重。毋过乌克兰伫2006年感觉式革命以后，伊开始复兴。到2014年战争，2012年战争了，伊佫快速的复兴。所以正乌克兰出现这10年出现一个，就是俄语转转来乌克兰语的这个现象。这是一个常见案例。另外一个是较不明显是2012年菲律宾实施废除多准塔加罗语的这个政策。先说讲者，塔加罗是台语的翻译，塔加罗他加路是台语的翻译。伊即个政策实施了，伫国小3年以下是用12种地方、17种的地方辅助语言去教学。伊伫迄个一寡遐17种语言的通行的地区，有较明显的语言复振，尤其是伫比萨亚，佮一个克林北部迄个马可斯讲的母语，迄袂记什么语言，即两个所在是做上明显。对，这我是在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研究。多谢。好。对这足重要的议题吼，时间永远拢无够吼。我相信未来吼，可能若洪主伊教授若佫开来的时阵，佫办一系列工作吼。真感谢吼，今仔日的曾教授吼，咱大家讲吼，台语即摆的状况吼，比咱想的较困难啦吼。佫有对个人来讲是要安怎会当佫去，互大家用加讲这台语吼。嘛感谢张教授吼，有谈吼。感谢各位在座的大家吼，安尼今仔咱的演讲就到即马吼，感谢大家。